雄心逐夢大灣區，助力15運盛會網絡名人灣區行主題採風活動，日前在佛山啟動。來自大灣區及省外的60多位網紅深度體驗佛山、澳門及香港的文旅魅力，講好灣區故事和15運故事。上台發言。首先，本場是有請出香港網絡同人工作者協會主席高宗傑先生上台發言。好，我就用廣東話去發言，因為咧大灣區咧係一個咧多元文化嘅一個咧地方，我哋可以講英文，可以講廣東話，亦都可以咧講白話。咁啊，各位大家好，咁我係咧香港網絡紅工作協會主席高崇傑，咁啊人稱咧香港高 Sir， 好衷心啦多謝佛山市委網信辦同埋咧港產互聯網協互聯網聯合會嘅組織，咁啊去讓到我哋咧有機會能夠參與呢場咧咁有意義嘅活動，同心逐夢大灣區，助力15運盛會嘅採風活動。我會咧係始終以傳播正能量、講好灣區故事為使命，去通過網絡同人嘅影響力，去推動啦粵港澳大灣區嘅網絡空間嘅深度融合。喺今次活動當中，我哋咧同廣東網聯啦去緊密合作，去引領啦網絡名人採風團咧，就先後去參觀15運嘅核心場館啟德體育園。咁而咧遊覽啦特區政府重點推介嘅全運主題嘅路線，核心站點九龍城寨嘅公園，亦都會走訪啦中區警署同埋廉政公署，去提前啦去營造賽事嘅氣氛，去展示啦香港賽區為迎接15運會所做嘅精心準備同埋咧專業能力，向世界去展現出香港係安全、公正、充滿活力嘅社會風貌，去為15運會喺香港嘅成功舉辦去創造良好嘅網絡輿論空間。Later， 經過佛山、澳門的行程後，一班網紅終於抵達香港。助力15運盛會，全民迎全運，相約粵港澳，歡迎大家來香港。